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耶稣讲台语，我是爱德华，我是田牧师，平安平安。牧师，咱可不来唱歌？哎，好好，念伊买迄个圣诞节啦。咱刚才有一届捌讲过圣诞树安怎来？但是尾后我伫迄个教会公布，有人差不多100年前，都有人认真甲写来伊个故事，所以咱就甲读出来好，咱较紧。伊这是对闽南圣会报啦。嘿，闽南圣会报这是大马字牧师吼，伫迄个闽南边的啦。等于就是因迄边的教会公布啦。就迄边有人已经先查好啊，写出来，咱就直接甲改过来就对。那照圣经来看是无圣诞树这个物件嘛？对啦，圣经顶头无啦，所以一定是什么时阵才出现的嘛？对啊，伊这有去找伊的迄个故事。按牧师请牧师读个好。照流传，圣诞树是对什么时才有呢？早考耶稣基督降生后732年，伫 German 伫德國有一個聖人名維布列，伊帶一陣祭司要去找遐個拜雷公的人，要教因着改換來信耶穌。照書記所講，當因振起精神，伫迄個暗樹林的舊舍的內面，勇敢進前到佇野蠻人，就是即馬條頓族聚會的所在，就是一張大青啊，這是雷公的記號，下骹的時，拄是救主誕下園。補充一下啊，就是有迄個時陣的德國未信基督。有一群人想要去宣教。迄時陣的德國人，因是拜可能是雷公啊，拜雷公。伊是踮迄個樹啊，去找樹啊，踮遐拜樹啊，安尼啦。因要去遐宣教，迄面拄是聖誕面啦。迄時有一個白頭毛的老人，拄得備辦，將族長的囝做生禮獻予雷公，為忽略看見啦，趕緊走進前去。那伊會倒救迄個古水的囡仔的性命，遐野蠻人因為因所疼的囡仔得到救，攏真歡喜，閣無偌久就攏改換來歸依基督。所以因遐有一個習慣，就是甲迄個囡仔抬起獻予雷公。即馬去宣教人看着就真勇敢去甲主動，迄個囡仔怎救轉？其他人嘛感覺講安尼真好，尾啊因是攏來信啊，但是。繼續。為聖人即時舉迄個老人的膊頭，撲迄張青樹特別倒落來的時，煞予雷降到喙，忽然佇遠距位看見一張真正的大橡樹浮出來，真青喙，閣金那啥，因就將這張大橡樹扛到族長的廳中採地。大家歡歡喜喜地說這張樹，條頓族的人聽見耶穌的故事，甲大聽堂佇點仔久的時間，攏佇這張大橡樹下變做基督徒，這就是聖誕樹的來歷。所以伊毋若是救迄個囡仔爾，伊是想講這因攏咧拜這張樹啊嘛，就摕迄個骨頭甲這個樹啊，甲破開了，甲破開了後呢，拄好嘛講雷，樹啊怎喙去，但是迄個所在佫有一張細張啊，真水真青的迄個，伊這是寫杜松樹啦，也可能咱即嘛聖誕樹，這故事嘛袂歹吼，佫有迄個閃電台語來講，是呐，其實你若看伊這是主要732年嘛，尾啊，因為迄個時代算。中國時代，大家攏無啥物交流。英國我看主要是講一直到差不多18世紀的時陣才流行。迄時啥個流行是迄個時代是維多利亞女王，伊先生是德國人，所以就甲這個風俗帶去英國。一般人嘛看袂到啊，但是迄個時代開始有翕相。所以就人看了迄相片講，維多利亞女王甲伊先生邊有一張樹啊，到英國流行起來。故事是安尼，咱即馬差不多4季攏有啊，差不多逐間教會攏有吧？對啦，我拄今年嘛看了幾啊張，對啊。
这就是圣诞树的由来。好，咱今日要来唱圣诞歌。咱顶个捌唱过，即个景诶无啥共款，但咱一开始先来唱咱一直有讲着诶，就是诗篇23篇，这嘛使当作是圣诞歌诶头前啦，就是讲，真侪人伫望救主出现，是，嘿啊，伫你拄着真无好诶时阵，你会希望讲伊会出现，23篇这小复习一下，这是大笔写诶嘛，伊用迄个意味就是讲，伊敢若是羊啊，这上帝是迄个牧者，保护伊，带伊经过危险的所在，到真有名的清脆的草坡，所以这拢会出现对啦。这版本非常的多，咱即马先唱一个版本是上早的，所以这歌词差不多拢为诗篇23篇出来，你若要听完整的诗篇的介绍，等于听真正的，有一集拢在讲诗篇。一个有较特殊的所在，先讲咧，讲这首歌本来伫旧版的圣歌本是第6首，新版变成201首，是真大的差别就是，敢若以前拢会写耶和华，对，即马无爱写耶和华，写上主，这是为虾米？这是迄个原来犹太人毋敢滥心称呼上帝的名。所以你写圣经的时，写到上帝的时阵，拢用 YHWH 4个神圣的字音，这个无法度发音嘛。所以犹太人读到上帝时，习惯性就读停一下，这个读咧。无随便读小。以前安怎读，因已经袂记咧。所以到遐就停一下。犹太人是安尼习惯。尾这读耶和华是后来的人吼，伫 YHWH 未加无音啦，耶和华加一才变耶和华出来啊。犹太人都无安尼称呼啊。有一个什么亚威是安怎来？亚威迄是搁较早，较早有人认为讲 YHWH 应该是加一亚有加 A 安尼尔，反正写是拢无变，但是大家到迄个到无共款，对，咱个亚威有当时叫亚和华，咱即马是讲尊重犹太人迄款习惯，莫半途讲乱改，所以怎拢若称得咱以前讲叫亚和华所在，拢讲到上主。所以含歌位就开始改啊。对，所以伫新的圣诗内面来讲，上帝做我，毋是主耶和华，大家改过来。所以你若听起来一开始无习惯，可能就差在这个所在。不然咱先来读迄个歌词好啊，咱就读新版的就好。好，上主做我至好牧者，我无欠缺一件，青翠草坡互我徛起。带到安静水边，这是算第一站嘛？第二站嘛，互我灵魂静应醒悟，带我行义的路。我虽行过死荫山谷，免惊死无凶恶；虽有危险，免惊灾害，因为我主同在。用你的棍固守保庇。用管安慰扶持。第4节，对敌面前摆设宴席，互我逐项教育，伫我头壳用油来抹，互我的杯满满。第5节，恩典慈悲的确对我，到真一时无绝。我要永远快乐安住，伫主上帝的厝。所以这歌词是迄个陆先生写的，老牧这个老牧师的台语、英文迄个信息的功力、翻译的功力一流的，这淡江中较毕业的。我只是要讲，咱刚才在讲迄个 Dickens 迄个圣诞歌的时候出现伊名，但清中翻的嘛。对。咱一直都讲着讲，有学生内底有一个陆先春，这就是伊写。所以陆先春的英文老师就是陈清中了。所以英文遐好单清中好啦。等于去日本读
伊个英文转来应该是袂歹，伊时代嘛一定看过马街啊。但青中有看过我这会当探讨，但是陆先村我想甲伊会无，因为我亲眼看过陆先村啊。伫我差不多30岁较大，我看陆先村甲成立迄个台湾新人医的名誉博士啊，大概安尼位伫伊边迄个情形，我较少会记咧。因囝跟他嘛是。都录音，这都录音刀啊！也嚟人录以前都快老师啊，教阮翻译，带阮做翻译台语圣经啊。对，规间厝诶人拢真好唱歌，真好写诗，温书的对啊。英文真好啊，佮真好翻译安尼。对啊。好，咱来唱。上主这我只好无食。我无欠缺一件清水草布，予我徛起，带到安静水边。一定有较好听的版本，那个有迄个半奏的，大家去网络查就有啊。是讲这首咱拄仔唱的这调是苏格兰迄时阵的传过来，1870年的时阵就写好啊。你即马可以找到伊原本的迄个，就苏格兰版本的，应该就是迄个时阵宣告书传入来的。对啊。啊，这是一个版本，咱来讲第二个版本的加新就这个。所以你有看经过遮尔久，大家个真爱这首，歌词声拢真好。啊，这个版本。小介绍者是一个或者林明辉，这是中央教会会友，伊写歌词甲写曲，伊是嘉义人嘛吼，牧师敢若我嘛嘉义人，我见面2回，已经过身了啦，个出赛车时出代志啊，过身去，我尾有听了这个消息，对啊，伊较特殊是讲，伊是做医生，伊尾来有成立真侪的医学伊的协会吧，比如讲什么台湾基督教医学协会做过理事长，做过长老，就比教会长老啦，就要伫来学嘛，对，嘛写册，伊是，刚刚牧师伫做主编的时候嘛捌写过文章嘛，对，我做新书叫主编的写一篇讲牧师的讲道是安怎遐无聊啊？这大家有用会使去看，我你刚摕起来看。伊主要是讲，敢若就是意思讲，牧师无够认真啦，无够认真啦。我感觉足济牧者拢无够认真啦。会众嘛袂使讲无责任啦，大家嘛无督促啦。你若无爱听，还是讲你同人家耍手机啊？你讲伊要讲到偌认真。对会众一方面长老这迄个态度上是有影差足济啦。我对于有一淡薄仔印象啦吼，因为我差不多40-50岁，迄较大不是咧走就医教会，互因邀请去讲道啦吼。我印象较深的2项代志就是，我感觉这个西医吼，佫未摆脱中医呢，甚至因教会有一款咱就讲。迄个秘医迄款诶，迄个吼，伊嘛甲我讲，丁牧师你会使去互看卖咧。我真少西医，无毋是，伫我脚趾边烤一烟皮起来，内面会一寡敢若像安尼妇人，伊讲迄个做啥物物件，因咧这边，用安尼甲切起来，然后佮搭一个药膏甲搭起，真正过2-3工，迄皮规个我翻了。拢会吼，这什么怪物件？安尼敢若违反迄个法律，其实是违反法律。但是伊个这是一个介绍我去迄个会友遐看，我这点就好，感觉讲这毋是足讲科学的，那安尼这一项，一项是我伫中央大学是捌一摆伊甲我讲，伊讲阮囝伫中央啦，无怎爱去教会，你会当拜托恁团契的人小甲招呼者。我拜托团契的人，我去遐招呼啦。这个代志我嘛印象真深啦。了解，但真无彩啦，就是真早的过身啦。对，我尾啊，才听人讲伊车祸过身咧。对啊，对，伊有真认真啊，佮有去什么
嘛学音乐吧，伊另外做医生啊，这首歌是写的啊，啊个有文章个写一大堆，个嫌米勒牧师无认真，就为人做认真的，看人无认真的无习惯的。对了，没这么真好啊，伊对实行真侪代志，对啊，伊歌名的嘛是或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啊这就是旧的翻译法了，啊，歌词请牧师先读好啊，对啊呢。耶和华是我牧者，伊互我安歇伫青翠草坡，引带我到水边，互我心力若加天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是伊草场的细只羊仔囝。我虽然经过死荫山谷，伊用伊的拐来固守保护。对啊，所以差不多这段讲的物件，就是咱拄啊迄首歌都5赞嘛，啊，大概上。印象上深的差不多一部分，对，的山谷加草坡，啊木者加羊仔，这你差不多听了这歌词上就知影是为诗篇23篇出来，对，所以啊，咱就来唱吧。耶和华是我牧者，伊互我安歇伫青翠草坡，引带我到水边，互我心力若加添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是伊草场的细只羊仔囝，我虽经过死荫山谷，伊用伊的拐来固守保护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上主真系要紧。人类的历史顶头有真长的时间拢无耶稣出现。的上主对犹太人已经非常的要紧啦。但是呢，咱无偌久以后会讲迄个以赛亚，因其实就开始咧等迄个弥赛亚出现，就是基督出现。啊，只讲毋知影等偌久就对啦。所以，就咱一般教会咧有些代讲节嘛，就讲先点6节，就讲其实有真长的时间，大家拢咧等。啊，所以嘛有真侪圣诞歌，伊的歌词就甲等待有关系。啊，等待台语咱是讲听候。但我先老师，对，伊即马在美国啊，随时拢有迄个写一寡，就甲一寡好听的新的美国的圣诗拢翻做是台语的。啊，这首我因为我拢在网络查嘛，就发现真侪教会拢真爱唱啊。咱就来甲介绍一下好啊。本来美国写的是叫做 Paper Chapin。伊是北卡罗来纳这个所在。因为刚刚教会大经教讲，伊有一个 music minister， 有，就是伊是牧师，但是就专门处理音乐的。台湾有个人翻做什么信息总监，总监的对啊，对，那以前的信息了，巴哈嘛是安尼嘛，对，本港的就是专门处理这音乐的部分。告诉请牧师先读好。听候。阮得听候主，听候阮得听候主，充满阮到吹着，你真光，你真理。听候阮得听候主，听候阮得听候主，充满阮到吹着，你道路，你旨意。打互阮知主的临在，以马内利上帝同在，阮用专心来迎之理。以马内利，上帝同在，上帝同在，以马内利。我想起来特别讲这条，就是要解释以马内利这样代志。就是以马内利是一个名嘛。伊名意思就是上帝甲你
三个弟的意思。对。所以在歌词一直有以马内利兄弟同在，兄弟同在以马内利，是同一个意思对啊。这个是算希伯来文，而且是音，这个是意思了。哦，啊，这什么讲起来？以马内利，嘿，以马内利这名是耶稣未出现之前，就写在圣经内底啊嘛。对，第以赛亚。尾啊，耶稣嘛无叫这个无号这个名嘛。无啦，迄是马太作者实实在在伫耶稣身躯顶，互咱看到上帝甲人三个弟弟。哦，就是伫以赛亚迄是一个小 case， 毋过这个 case， 以赛亚迄个是以色列的 case， 毋过伫马太这个 case 是全世界的 case。哦，所以讲以赛亚有一个代号的对啦，讲未来有一个。救世主出现，对，伊会使讲以后这以马内利，对。但是到耶稣真正出现了，伊应验这一切，而且伊的迄个解释范围更加大的，对，会使安尼讲啦。对，咱歌词顶读过啊，咱直接来唱。天后，阮的天后主，天后。阮的天后主，充满我到嘴着，你真高，你真理，天后，阮的天后主，天后，阮的天后主，充满我。到嘴着你的路，你指引，但好我在主的临在，以马内利兄弟同在，愿用全心来迎接你，以马内利兄弟同在。兄弟同在，以马内利。可能这内爱读瑞这文言的音，哦，来是白话音，内面，迄是白话音，在里头有这种物件。哦，所以，袂使读以马内利哦，怪以马内利，就是以马内利的对啊，大家会记得。啊，反正已经单台湾啦，啊，即马的基督出现啦嘛，想想这实在是真了不起的代志，就是讲几啊千年的人拢等无着，啊，过来这就大家拢听过啦，这第圣诗56首，其实用这我以前拢听过，但是用台语唱就是无共款的，这请听天使欢喜的声，英文是迄个 First Noel， 对，这首歌伫台湾圣诗的历史，不只要紧。咱若看新圣诗下面吼，头一摆出现伫台语圣诗，就是圣诗歌。啊，圣诗歌是1900年，1900年，啊，甘威廉牧师做总编辑，编的台湾头一本圣诗，这首歌就出现了。所以这首歌已经伫台湾唱121年啊，算拍手相关的对不对？第一代就有啊，第一代，迄阵就咧吟啊。应该讲，你想迄个时代人可能毋捌听过西洋的什么歌，这就是第一个听到的歌。安尼想咧，感觉真了不起。歌词咱先读一下好啊，请听天使欢喜的声，救主出世代表的声。这样声音实在好听，咱就学了救主尊名。欢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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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国君王今日出世。啊，这其实歌词拢即成，咱就免甲读完啦。这就是你若等于听咱旧年有捌录过介绍圣诞节的，这是为路加福音书出来。对，就是看来伊本有写讲，耶稣出生的时阵，天顶有迄个天使咧唱歌。但是迄个意味是足强的啦。尾啊，真侪歌拢会安尼。的歌词拢会写讲天使咧唱歌。
这是我是感觉伊的曲真好听，所以大家拢爱吧。咱直接唱，大家就知影。请听天使欢喜的声，救主出世代悲的声，这样声音实在好听，咱着落救主尊名，欢喜欢喜。欢喜欢喜，天国尊王今日出世。对啊，这首真好听吼。这首 melody 足水。过来一首嘛是大家听了知影，69，姓氏69首，或者请来忠诚信徒。这故事我真紧讲一下好，因为我拄一届去澳洲，我认真读这个历史。这是这英国人写的，但是伊走去法国。因为知影伫宗教改革的时阵啊，的新教甲天主教两边拢抬到最凶的。英国是新教嘛，所以其实英国嘛是有天主教的哦。哦，有啦。伊这就是其实是英国天主教人写的，所以伫法国写的。但是真趣味的一项代志是讲，英国迄时阵在乱的时阵啊，王嘛是有天主教甲新教的。一般的人民伊嘛是，伊可能用支持在一边啊，伊嘛希望讲伊王是甲伊共一边的。若无共边来竞选啊，无得危险。所以有一段时间呢，澳洲是法国甲西班牙是天主教嘛，这种足强的。荷兰甲英国是新教。这就分做两边的对啊。有一段时间是差一点嘛，英国要变成天主教啊。所以荷兰的进去拍英国，嘿，甲抢转来。所以人们讲，为历史顶头来看啊，为罗马帝国开始算起来，英国看他一届去互人冲入去，就是荷兰，就是为了宗教，对，就是因为要确定讲新教会去互别保去。你像英国第一届大战，第一个大战拢无代志啊。过一段时间是什么日不落国啊。但是你就是一届输互荷兰俩。迄个嘛是，那即嘛你看嘛，因为宗教关系，伊嘛毋是真正输，因为伊就是里应外合啦。对啦。所以一般的人民拢希望来做天主教，新教继续维持安尼啦。所以迄个时阵一个真要紧的代志，就是得去互荷兰拍了。国会就甲伊签一个这权利法案。即摆看这真了紧。系啊，真惊人嘞！真惊人，这历史上的大改变。对啊，1689年呢，就是17世纪尾的时阵。伊签啥物呢？当然有一个项就是讲，以后天主教讲袂使做英国国王。对，因为就讲这就里应外合嘛，因为新教导因为新教导就是支持你来拍，就是因为要有这个条款。但是，迄个国王说因为安尼放弃更较侪权利，譬如讲议会有言论自由，这即嘛真歹想象。对，但是迄个时代，你若凊彩讲国王歹话，你就掠去台啊。而且呢，国王袂使凊彩收抽税。你抽税爱因议会同意才会使。人民嘛袂使讲无互审判就掠去关。对啊，这改变全世界。对啊，因为现在用什么？你做歹代志，就头个看到是，这在英国迄阵开始就袂使。另外一个更特殊是迄个时阵就因为讲袂使抽税这样代志嘛，税金下伊就成立一个或者英格兰银行，就咱即嘛咱讲中央银行，就是讲迄个钱。为即嘛开始变成是人民的钱，人民的钱，毋是国王的钱，这影响全世界。对啊，但是即嘛要唱的这首歌是天主教导，伊是反对者走去法国的。但是尾来即嘛大家拢接受个人，因为法国未来嘛是迄个法国大革命嘛是，拢是照这个路数去行啦。因为人民拢愈来愈了解讲，大家拢是正地机会啊。对啊，咱读一下歌词啊，请。请来忠诚信徒，快乐得意向前。请来，请恁欢喜来到伯利恒，来朝见救主，天顶君王出世。请来，大家敬拜伊；请来，大家敬拜伊。
请来大家敬拜伊，我主基督。对神所出真神，对光所出真光。你看，伊无嫌对在色女诞生，上帝的圣囝无对受造出世，请来大家敬拜伊。这第二节的意思啦，这年该啊圣经呢，尼西亚圣经呢。哦，安尼哦。嘿，伊甲上帝同节啦。小共伊是对神出来的神嘿，伊毋是做我做石头，迄石头甲我无共节，但上是对神出来，迄是共节。这尼西亚圣经讲无对受造出世。对，伊毋是做的，伊是甲上帝同节，这是讲三位一体啊。生活写这人先他观念嘛，真好，真好，毋是迄个单纯的天主教徒。补充一下，你若有迄个圣歌本啦，伊这后壁佫有一个圣诞和平的祈祷，是一个K英文的，牧师外面甲读的无？好啊，因为汉内有看到新的K英文。好，好来K，满有疼痛的上帝，你差遣圣囝诚侪人来踮伫阮中间，将和平的愿望栽种伫世间，互阮甲你相结连。求你互阮甲你同工，消除人类中间的怨恨斗争。愿你用疼甲包容教示阮，暂阮消除偏见。满有疼痛的上帝，你差遣圣囝降生做人，徛起伫丧乡人的中间，体会贫富的距离甲权力的无平等所带来的分裂甲苦痛。求你帮助阮甲基督同行，修补破裂的关系。愿你用你的公义甲慈悲教示阮，暂阮做和平的使者。人类在听候你的平安降临的日子，你所创造的万米，嘛拢三甲地吐开愿望。愿你暂阮甲你所创造的万米好好，互平安喜乐充满世界，宇宙万米和谐。阿门。所以这下一节经文下，经文王真伦是过星期的，过星，刚刚是相生啊嘛，对，相生啊，伊嘛写真侪文章，对，伊捌摕过用标语写小说摕过奖，对，大家对教会组织会使读这新的，都有新的一个圣诞的一个K英文啦，好，咱来唱吧。请来中心信道，快乐的应用请来，请你欢喜来告别你，来条件救助，天顶君王出世。请来大家敬拜伊，请来大家敬拜伊，请来大家敬拜伊，我主基督。这我拢感觉是经典的歌呢，这对啊，所以这首歌就是伊写讲英国/法国，英国人倒去法国写的，是了解啊，嘛足久诶，因为在1743年嘛，差不多是迄个宗教改革尾啊发生的代志。但是对光荣法权利法案对历史文化影响真大哦，今嘛那民主国家就拢行这条路啊。对啊，所以咱咧唱那些也蛮选择历史，对，毋是讲大家欢喜尔，那些爱做真侪改革都会使。啊，第六首这真紧介绍啊，这大家拢捌听过啦。圣诗第70 ，Joy to the World。爱讲是讲这是迄个韩德尔写的，伊上名应该是弥赛亚。对，这咱咧讲迄个未出现，但是咱咧讲迄个以赛亚书的时阵的一定会出现啦。伊甲巴哈差不多是同一个时代的啦，但是巴哈较悲惨，伊无钱。韩德尔有迄个英国国王来赞助，所以日子过了真好。伊嘛无生囡仔，巴哈生20几个、40几个，所以
日子就较艰苦淡薄啊。歌词请牧师读。好，普天同庆，主临世界，全地迎子君王，大家为主备办所在，宇宙万有尊重，宇宙万有尊重。宇宙万有尊重。伊这意味就嘛真强的，讲是，这是全世界大好消息。毋那是人尔，像啥物产业啊，江河啊，这拢是真欢喜的。所以第一站嘛读一下好啊。全地欢喜救主掌权，世人拢着唱歌，产业江河，山岭平原，欢喜的声无煞，欢喜的声无煞。咱来唱吧。普天同庆，主临世界，全地迎子君王，大家为主备办所在，宇宙万有尊重，宇宙万有尊重，宇宙万有尊重。这有当时是写万米，对不对？对，较早写万米，对。但新的版本写万有，好啊，连米来到想会一首啊。这首真嘛真水呢。哎呀，其实老实讲，今晚会讲这首是我上爱。真水。这首我觉得在姓氏的50首，我这细写起别离型。嘿，就是细是小小意思的。这故事是圣公会一个牧师，是啊，伊去迄个耶路撒冷，对，伊去的所在发现讲啊，是一个细城市尔，既然有法度对世界有这么大的影响，所以有受到真大的感动。啊，伊倒来无偌久，人就讲伊讲啊，咱这礼拜要主日学，啊，你会使倒写一首无？啊，伊想想一暝中间就写出来。就是讲，拄啊，迄意味就是天使啊，啥全地啊，全世界，这是，即码是一个细细的城市尔。好，细细的城市，别离形实在教德安静，平安好困，拢无迷茫，星辰有那叮当，伫遐路面虽然暗，真光遍照街巷，人类万事毋望惊吓。金迷三度伫遮，所以你看，伊这 image 就变成真安静，啊是天顶有星星啊，都无像拄安尼的，敢真热烈，但是尾来唱啊变较热烈的，啊只是讲，伊这首一般来讲拢是较安静的歌啦。第三再读一下好啊。河顶庄严，河顶安静，耳孔袂听真明。仁爱主奇妙恩惠，收拾咱正人类。世界罪恶满世界，救主降生赎罪。既若谦卑接纳基督，就会得到大福。你若有位人提出来慢慢读，你发现讲伊个台语嘛，反正就水。对啊，咱来唱这上尾一首吧。细细城市别离形，实在高洁安静，平安和困拢无迷茫，星星有那叮当。伫遐路面虽然暗，真光遍照街巷，人类万事毋望惊吓，金米三拄伫遮。咱即个介绍7首，要补充啥呢？就是讲。虽然讲即摆圣诞节真受欢迎，我一时爱提醒大家讲，马街真无爱人过圣诞节。我这个要求嘛发现讲，其实是有影，就甲宗教改革有关系。因为因就感觉讲这尾来拢会变成，就伤过注重仪式啦。像什么圣诞树啊，虽然一开始讲个故事真水啊，总是迄是圣经无的物件嘛。
对啊，所以有一派的较清教徒因就感觉讲，这日子嘛毋是耶稣真正出生的日啦，对，就较不爱过。毋过呢，因为咱以前台湾分南北嘛，南边是英国。对，宣教士，所以伊拢过甲真欢喜啊！不平时马街拢无通过。啊，伫迄个清化战争的时阵啊，我是看人写迄个有一个英国的商人，迄阵在台湾做生意，叫做陶德，伊嘛有写讲，陶德是伫出名诶卖茶米诶，卖茶米嘛吼。清化战争，台湾北部去用迄个封起来嘛，啊，伊嘛有真欢喜咧过圣诞节的，啊，讲食了真好呢，又食啥牛肉啊、火鸡啊、盐鸡啊，佮家己做什么饼啊、派啊，啊，佮啉酒安尼。安尼看你就知影，是安怎马街无爱人过。但是讲，虽然安尼，大家欢喜嘛袂歹啦。只是讲爱想着讲，这有影是一个真大诶代志，因为几啊千年来，大家在那望啊。尾啊，真正发生啊！这到的上台湾先人，我捌讲过，上一节咧讲的经，较像啊伫咧。哦，安尼哦，伊本来伫摕伫淡水，啊，这来搬来伫迄个双连边仔是摕来双连，啊，我搬喺领头，即迄粒整个摕去领头，迄时毋通下倒遐，下了半暝去用头摕嘅。哦，反正伊就是好呀人，啊，就想讲奉献的对啊，卖台湾的乌龙茶啦，好个。啊，奉献一个算大家上课下课才用的钟啦，钟啊，较正滴咧。哦，安尼哦，我嘛报年安尼，像迄个古物啊，迄古董啊，迄宝贝啊咧，啊。那想要咱读金句，请牧师。咱今日要读金句是路加福音书第2章14节，愿荣光归伫至高的上帝，愿以赐和平互地上伊所喜爱的人。我去读一摆吼，路加2章14节。愿荣光归伫至高的上帝，愿以赐和平互地上伊所喜爱的人。